暂的快乐，只是些为何？我和你之间到底算什么？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够有姓名。明明是三个人的事情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关系。明明是三个人的证明，我却始终不能够有位置。明明是三个人的默契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倒影。心伤是什么？爱是怎么了？短暂的快乐，其实是为何？我和你之间到底算什么？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够有姓名。明明是三个人的事情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关系。明明是三个人的证明，我却始终不能够有位置。明明是三个人的默契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倒影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够有姓名。明明是三个人的事情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关系。明明是三个人的证明，我却始终不能够有位置。明明是三个人的默契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倒影。难以形容的心情，原来只是